来看，昨早起9点外，屏东有一间餐厅的头家，伊拍开铁门，也毋过铁门个搞，伊人就要软入去，结果铁门规片落落来，险嘛就去互铁门讲着。有铁门业者就表示讲，使用10外档的铁门零件拢旧了，所以呼吁讲这个爱定期来维修，嘛呼吁讲铁门个价人上好卖出入。初九早起9点外，餐厅头家拍开铁门，当铁门压力加重的时，伊真紧行入店内，也毋过无到5秒钟，铁门刚一半突然规个落落来，互头家惊一跳。铁在撞击的声音、摩擦的声音啊，咔咔咔。然后我就一样像往常一样，就直接走进来，然后走进来不到几秒钟，就突然砰一声，整个铁门就掉下来了。头家讲铁门落来进前明显有杂音，迄当时感觉奇怪，也无收注意，无偌久铁门就落落来，请人维修发现是加动铁门的链仔落落来造成的，无排除是铁门已经使用10多年啊，零件故障所造成的。链仔内面有一个片迄个落去的，啊落去阵就走落来啊。什么一个片？就是用那个板子嘛，哈，那个。伊伫链条有几条的，无可能讲拄啊好。寸车拄啊好，迄阮是走入去的寸车。忙一个就要加好去，对不对？迄铁门迄很重呢。哎呀，迄个地着就害呢。维修业者讲，加好安装的铁架门，寸桥无共，会以链仔连接片来精简链仔的长度，以符合个人的需求。平常都爱定期请人维修保养，一旦发现使用铁架门的时出现类似弄击的声音，都爱注意，一定爱找人检修。为着确保安全，也千万唔通伫铁架门加动的时阵为下面行过。就算铁门无加到底，也爱确定是铁架门停止开关了后才通过，才袂发生危险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